大家好，我係華仔，今日要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呢個黃金啊！喺十幾年前就買到呢條鏈，應該係千零溝啦，唔知幾多年咗啦，我都忘記咗擠住咯。就嗰時買黃金保值，個個都係阿爸阿媽都係咁教我啦，買黃金保值，咁樣就千幾溝買，咁樣呢條鏈嗰日啊攞出去咁樣磅一磅稱一稱，30幾個 gram 啦，而家係值得十幾千，暴漲咗10倍。非常之得人驚，但係十幾20年暴漲10倍，唔係好得人驚。但係而家嘅黃金呢2年正係得人驚啊！尤其是呢1年啊，呢幾個月啊，由大家睇到嘅300幾溝，到咗而家接近600溝，差唔多起咗1倍。你睇到冇？咁會唔會繼續再起呢？我哋就會探討呢個問題。咁黃金點解近呢幾年咧會起到咁緊要？最主要咧，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有幾個啦。第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每一個國家嘅人民對自己嘅貨幣啊開始失去信心。嗱，尤其是美國咧自己印呢個貨幣啊，所以呢個貨幣印得越多嘅時候，如果一日爆倉嘅時候、爆盤嘅時候，就唔值鐳噶啦。就好似呢個例子，就好似以前戰國第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日本人印銀紙，哇！嗰時日本紙通行，當佢一戰敗咗嘅時候，日本紙一針鐳都唔值。美國今日嘅控制經濟，如果一日一崩盤，因為佢外債太多咗，佢外債國家負擔唔起嘅時候，一爆盤嘅時候，美金唔值鐳。所以開始美國嘅人都會諗到，而家我揸住嘅美金唔值鐳，一日會跌到變冇價值。咁樣我就將呢個美金攞去買黃金。中國人同樣炒黃金，買黃金嚟收，尤其是越有錢人買得黃金就越多。我有睇過我馬來西亞嘅朋友買黃金咧，係買1K 咁樣收嘅。佢最少收咗30K 啊！我呢個朋友，哇！嗰時嘅收嘅時候，由百幾蚊就開始收，嗰時我唔知黃金原來係真係咁有價值啊！所以而家記得係淨係黃金已經係千萬富翁噶啦。呢個朋友我都好耐冇聯絡佢啦。嘅一個做連鎖店嘅。做飲食業嘅大坑嚟嘅，有幾十間呢個連鎖店嘅，賺到錢就買黃金，賺到錢買黃金。OK，咁呢個黃金咧就變成咧全世界嘅人都會湧住買黃金啊！咁黃金咧，我哋30年以嚟咧，佢上到就比較慢，每一年就平均6%，但係呢2年上到比較快，因為點解？全世界人喺度搶黃金，咁點解會搶黃金？頭先已經講咗啦，貨幣失去信心，跟住第2個原因就係驚呢個局勢。呢個打仗嘅局勢啊，一亂嘅時候，全世界喺打仗嘅時候，唯一可以通用嘅就係冇貨幣咗噶啦，就係黃金你俾黃金攞去換嘢、換呢樣嗰樣啦。只要黃金就係世界通用嘅呢個國幣，所以黃金俾人哋搶。咁樣你哋會問，咁黃金會唔會一日爆盤呢？黃金係冇得被控制嘅，冇一個國家要控制到黃金，因為黃金嘅本身咧係冇得生產嘅。黃金咧係天然喺地球一種礦物質嚟嘅。點解呢個礦物質已經係得咁多嘅啫？即係講俾人哋賣咗就冇啦，炒嚟炒去都係呢一堆嘅啫。所以講佢只要係越升就越值鐳，越升越值鐳噶啦。佢唔似比如講咩鈣又好就算連嗰啲美金都好呢啲全部係被人操縱可以發行嘅，但係黃金係冇得操縱，冇得被自己發行嘅，所以佢只要越升越漲，睇嘅升嘅速度啦。而家咧就以咁嘅速度嚟睇咧，好多專家咧就預算黃金而家今日仲係500幾溝一個 gram， 到年尾呢幾日就會破600。OK， 今日遲啲落去到年尾，佢哋預算到會到1000溝一個 gram， 即係講佢嘅漲幅可能係翻1倍，短嘅時間就翻1倍。短嘅時間就翻1倍所以今日呢度咧，我就做一個例子俾大家睇。如果今日你有錢，你擠黃金同埋擠銀行定期嘅分別喺邊度？或者你買房地產嘅分別喺邊度 ？OK， 接下落嚟就俾大家睇。呢度俾一個例子大家睇下。OK， 如果今日你將11千擠喺定期 FD 定期，你一年有3%利息，其實一年都冇3%嘅銀行係2點幾嘅啫。我都有擠定期2點幾嘅啫啦，好低啊。咁一年咧，我計3%俾你，你係賺到330利息。咁樣一年咧，你嘅戶口就變11,300，哇，少到離晒譜。OK， 冇辦法，跟住馬幣又貶值，跟住你擠咗落去之後，如果你計咗貶值，其實你仲有蝕。
如果你唔將你嘅錢喺度去擠其他嘅投資其他地方，你嘅定期咧越嚟越少，其實你睇到嘅數目字，但係個率越嚟越細。但係如果今日你買實體黃金11,000，你可以買到550溝1個 gram， 你可以買到20個 gram， 而家起咗少少啦又，所以要快啊。OK， 1年後我哋會預測專家預測，唔係我預測，所有國際專家預測，全世界人喺度搶購，拋售美元買黃金，美國咁多有錢都嚟幫你搶黃金。1年後到年尾又唔係1年後，每一克去到1000蚊，咁樣20千就等於係20克，等於你買咗20克會起到20千。咁樣如果嗰時你真係要賣出去賣翻出去咧 ，OK 你真係蝕一個，我哋係買金牌一個金等嘅，你會蝕一個18千。咁樣意思就講20千你蝕18千，扣咗2000蚊，你仲有18千攞翻，18千攞翻，你等於你嘅本錢係11千，你賺咗個7000蚊。OK， 如果今日你係擠100千落去嘅話咧，你就賺70千。如果今日你係擠100萬，你就賺700千。呢個比你買房地產更加快買房地產你仲要等埋喺5年入邊你要買，政府仲要抽你稅。買黃金咧係買賣黃金係唔需要抽稅你賣出幾多你賺幾多，政府係冇同你再抽稅嘅。所以咧係好值得投資嘅而家黃金。所以如果你哋要投資黃金嘅咧，就聯絡我哋同埋我哋嘅代理，同埋發呢個視頻俾你嘅人 ，OK， 你會唔單止你買黃金能夠賺翻倍我哋平台仲有2大利益將會同你講嘅。你買黃金，你一定會攞到呢個實體黃金最緊要就攞住金在手，有金單有成，帶埋你金店嗰度買 ，OK， 錢交俾金店之後咧，你仲會攞到2大利益呢個係另外一個平台俾你嘅嗰時你就要了解，你就會 PM 我哋呢個發視頻俾你，或者係放視頻出嚟俾你呢個人更進一步嘅了解，將你嘅錢變大就係搞黃金呢一段時間，OK， 過咗呢個風口就冇咗呢個機會。多謝大家 ，OK，thank you。